前面我们重点学习了2种句型，那么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喂，这是的嘞，想吃熊肉呗？热，香肠炸多了，修多个。俺印既然输赢呗。俺中午熊来看给长接应，香肠炸多了，手机忘了给贴上，装了几片了呢？你最快下了，赶没能就送给多。用啊，俺生意点点就不起劲。那生意借用。生意借用。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那么针对这些词汇，下面我们来进行重点的学习。给吧，第8。给吧，第8。卡巴拉，电话。卡巴尔，电话。跟着学，请问。跟着学，请问。在哪找？在哪找？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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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速度，在。速度，在。寿命度，不在。寿命度，不在。在车，集市。在车，集市。警局局，交通局。警局局，交通局。从度撇，来开会。从度撇，来开会。安唱，号码。安唱，号码。拉开的卡巴，手机。拉给卡巴，手机。人，时间内。人，时间内。准据康，传达室。准据康，传达室。哪能弄错？哪能弄错？给刘了，刘老师。给刘了，刘老师。院长查不啦？扎巴院长。院长查不啦？扎巴院长。熊烈康办公室。熊烈康办公室。宗교的康编译室。宗교康编译室。喂，喂。喂，喂。sim，睡。sim，睡。有个节，大概，可能。有个节，大概，可能。推出去，开巴拉，时差。推出去，开巴拉，时差。哈朗，大概。哈朗，大概。擦了，已经。擦了，已经。我咱早点儿。我咱早点儿。香，香。香，香。师兄，政府。师兄，政府。差多，扎多。差多，扎多。乡长，乡长。乡长，乡长。总务，县委。总务，县委。章节，章节。章节，章节。书记，书记。书记，书记。列出情况，事情。列出情况，事情。干么呢？商量。干么呢？商量。圆啊，好吧，行。用啊，好吧，行。点点，
一定。颠颠，一定。절투버치，感到。절투버치，感到。宁空，中午。宁空，中午。节永，再见。节永，再见。sam，想。sam，想。gu，让着，只能。gu，让着，只能。舔着，这样。舔着，这样。para，之间。par，之间。前面我们学习了用藏语打电话时所要用到的常用句式，我们学习了词汇，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学会了如何在电话里跟藏族朋友交谈了吗？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节目节用。让我们下堂课见。